至诚宴席，听的胜利达维团第二节，将阮礼拜变做行动，圣洁生活做见证。找阮出去应听服务，冲突所在求和平。基督求你使阮听心，学你赦免无怨叹，互阮看见主你形象，伫你救赎的世间第三节。慈悲圣神暂阮邀请其他人客来分享，听得胜利热情欢迎，受看轻细微细歹势吼，双向嫉妒，骄傲无过捆绑，破坏人类的和平。当阮加入天使圣徒，欢喜懊恼永无停吼。来，咱做阵来吟一解吼来。47首，47首，咱就是唱了以后吼，咱就直接唱16首吼，咱直接唱一届吼。那47首，大家嘛拢足熟悉，咱就无咧念，咱就照这个定数安尼唱吼。当然是 A 的部分唱2节，吼 B 1节，C 2节，A 就转来 A 吼，咱。唱了以后，咱就直接就唱16首吼。咱听就知吼，咱大家拢足熟。来，咱开始吼，来47首，来，咱做阵吼。上帝都是行，都正对了天。
咱着对主唱歌，快乐日子来作乐，唱出听人时光，一心创造，就是你那创造，只是你头甲大海，伊看所做是好，万有极美的歌海。替罪主唱歌，哈利路亚，咱着对主感谢，快乐吟诗来尊崇，表现信心甲听，万有对主所有希望，一切受主万有，尽赞赏主嘅伟大。安乐了主吟诗，为祝福可爱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已对主唱歌。哈利路亚，我已对主唱歌。哈利路，最灵音阿门哈。最灵后壁这个所在，阿门，则最灵音者吼。就是讲，这个接的时阵的所在，咱就听这个伴奏，大概拢无问题吼。咱求主祝福，咱会今日礼拜好，咱会今日预备礼拜到这个所在。这时做伙来敬拜上帝，请奏乐。大官人的囝，定着将阴光、气力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阴光归予伊，用圣洁的砖头敬拜耶和华。请做伙来吟信诗第47首《上帝独生囝》，唱完煞接唱信诗16首，咱着对主唱歌。吟全首，请起立。
出世，求咱出头天，为咱来出世，求咱出头天。上帝都是兄，都正做着地，你规天堂，谦卑来降世，求主主人公，人类双亡，命过黑暗，受了地头包，求世主人公，人类双亡，命过黑暗，受了地头包，所有我妙真理，尊你来供应，所有我妙真理，尊你来供应，有咱们下面，后边三个人，万物变下面，后边三个人，让这主人公，人类双亡，命过黑暗，受了地头包。着对主唱歌，欢喜用意来作乐，主主望当日光，我老主每日心创造，主主治疗创造，七星日头甲大海，伊看所做是好，万物奇美丽国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咱着对主感谢，快乐吟诗来尊崇，表现信心甲听，万物对主所凝望，一切受造万物，称赞上主的伟大。咱可乐主吟诗，为主何国爱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请三甲额头来祈祷。阮伫天地全能的爸，伫你所定着的主日早起，阮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敬拜、尊崇、学乐你至大至神、荣耀的名。感谢天父上帝，互台湾的武汉肺炎疫情受到控制，互兄弟姊妹通转来教会做伙聚会。阮伫遮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阮伫生活中所经历的每一段代志，无论是喜乐还是忧伤，你拢甲阮三甲伫地。阮要伫你面前来认罪，求你赦免阮，常常陷落伫无满足的欲望中间。求你开阮心中的目睭，将阮，互阮看见阮家己的罪。求你赦免阮所犯的罪，信心帮助阮来改变，互阮倚靠你。来过得胜的生活，阮要用敬畏上帝的态度，互信心来光照启示阮，来引带阮顺服你所启示的圣经，对其中找到入捌你的真理，生命万美的基础。感谢你借着道成肉体耶稣，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洗阮的罪，为世间人带来救赎的福音甲恩典。伫今日，阮嘛要守圣餐，求信心帮助阮逐人伫基督内面，对福音同做护士，同做一个身体。三甲有份伫阮伫所应允的，用和平三结连，伫守圣神所想事的合一。因为身体一个，神一个，亲像阮所受着的愿望也是一个，主一个，神一个。洗礼一个，上帝一个，你来做阮逐人的爸，踮伫万有的顶面，帮助阮坚信常常行伫主的光明中，
认真读圣经，伫真理的石盘顶生根建造，会当时刻亲近主，领受真实的平安甲喜乐，搁通报即个好消息，互世间人，尊叹耶稣，互阮的大使命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感谢你，互教会起造的教育馆已经送水送电，刷落来内总工程以及因造厂收尾验收的工程，求助你大权力的信手来保守引传，互一切拢会当顺遂。我要为教会牧养事工甲中级祈祷，互各个牧区会友会当发挥互相关怀的功能。求主带领，互中级成做上帝羊群的固守大岛的。求主看顾，赏赐台湾通转化，伫国际上会当有正式的国家，有正式的名。特别带领蔡英文总统所要成立的修宪委员会，会当充分发挥效能。求主带领祝福香港政局会当稳定，美国各州的暴动会当紧紧来结束，族群会当真实和解，和平相处。世界各国拢会当结束武汉肺炎疫情的攻击。我也求你带领阮当中身体欠安的兄弟，求你甲因三角伫地，你的推、你的拐，拢会当安慰扶持因，诚做因病痛中的帮助。阮将阮聚会时间拢交托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你的信心引传，互阮伫礼拜中甲你相拄，求信心甲逐人同在，也甲牧师以及服侍的每一位同工同在，坚固阮的手所要做的工。互今日你的击败，诚做芳芳的祭献上，得到你的感纳。即时，阮也要做伙用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日你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无伫带阮入地市，就因他伫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做伙来共读《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相中高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同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三角来交托启文诗篇27篇第1节到第4节，11节到14节。启文诗篇27篇第1节到第4节，11节到14节。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占领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
着信靠上主。三甲来读上帝话，《使徒行传》17章第10节到12节。台语汉语版的圣经伫咧新约第155页，和修补圣经新约第206页。《使徒行传》17章第10节到12节。对安尼，兄弟随时找保罗、西拉、透明去毕拉雅，两人已经到地就入犹太人的会堂。遐个人比帖撒罗尼迦人较文明，因为因注意受道理，逐日查考圣经，看这个事果然有安尼也无，所以其中有侪人信。阁有希利尼尊贵的富人人，甲查某人袂少。以上愿上帝话，诚做咱逐人的帮助。请信歌赞美，咱请信歌队。信歌队所要赞美的诗歌是：有主牵阮的手，一生一世。有主牵阮的手，一生路途伊保守。轻调主的引带甲看顾。永远袂差错，无论风雨，通找求。若有奇妙的灵敏点伫伊，咱永远无忧愁。
耶和华是咱的光，咱的拯救，是咱开命的活力。咱要追求伊，看伊的阳光，找伊的面。请本堂柯牧师，伊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甲真句有约。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因带保守咱，互咱会当踮伊定着的时间，佮三甲踮咧伊的殿，踮咧伊的厝来吟诗学老，来敬拜伊。伫人类的社会中间，咱看到一个真奇妙的动作。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拢有伊古早的故事。你若注意看到，最近佮挖出来，讲用卫星空照踮伫墨西哥。墨西哥即马发现安尼长差不多1.4公里，1.4公里，你看偌长吼，啊宽差不多有400公尺，一个平台，迄款的平台毋是自然的，咱会当想象的1.4公里那么样的长，啊400公尺，迄敢若好亲像是一款的活动，也是敬拜的用的一个平丘，是应该是人工去创，啊差不多。距离即马应该至少有3000到3500年前，就是比大笔搁较早，差不多可能是伫个出埃及，也是搁较早迄个时阵哦，雅各因迄个时代，咱看到足侪文明，也是足侪文化的故事，拢咧讲一项代志。咱今仔日国家安怎科学进步，咱所在拢真有限，咱就算讲，咱会当读遍。世间所有即马的知识财产，咱所在人类的历史顶头，还佫真有限。上帝创造遮尔侪无同款的文明文化的中间，毋过伊互逐个文明、互逐个文化，拢有一款的邀请，特别通过对希伯来民族，互因行过一段历史的故事。民族的形成、国家的形成，但是伫即款的形成中间，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特别注意到的，就是祭祀的系统、亚伦的系统。这个民族受竞选，这个国家要建立的目的是什么？毋是要成做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毋是要成做一个民主的灯塔，毋是要成做一个现代化，毋是。转来看因圣经中间的竞选啥？这个民族，互人竞选出来是为着要敬拜耶和华上帝，为了一个宗教的目的、生命信仰的目的，找到一个安稳自在心灵，通好得到厝啊！拄啊，咱吟诗咧讲的，伫耶和华的厝中间，结果竟然动用安尼遮尔大的工程，上帝动用遮大的工程，所以这是为什么？伫个规个敬拜系统中间，咱有规个祭祀落来有献祭、服侍上帝话系统，也有吟诗、拍锣、拍鼓、音乐敬拜服侍的系统，就是伫敬拜中间，互咱会当搁较去望到上帝的心。所以伫即款的敬拜中间，咱常常讲，当咱来到教会，也是你家己伫灵修的时阵，即几个元素你甲把握条。有上帝话，亲像你读一节的经文；有祈祷，也是为着厝内的人祈祷，为着你的同事祈祷，为家己祈祷。第三个元素就是安怎互心灵会开，就是咱会当时会放一个音乐，回想一首诗歌。咱踮咧教会中间所吟的诗歌，你会当回想看卖，所以你会记得无？敢若旧咧，像阮爸爸安歇迄阵啊，阮兄弟姊妹斗阵，逐个都会去找啥？个人爱吟，意思讲多一首歌，多开首诗歌，伫阮爸爸的一生中间，成做伊的故事。每个人都有生命的一首歌，生命就像一首歌一样。你的生命有当下起起落落，有时候像合奏，有当时啊，敢若独唱。生命敢若亲像一首歌，翻头来讲，伫你的生命中间，嘛有一寡诗歌，你真爱吟。通过安尼。你的敬拜，所以咱踮咧圣殿、踮咧礼拜堂敬拜时阵，感谢主，互咱有上帝话，互咱有谦卑敬虔伫伊面前的祈祷，也互咱
有祭司、吟诗、阿罗这款的诗班，通互上帝看到咱的心。这嘛是每一摆，尤其是过去这3个月，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咱礼拜人数有受影响，真侪人踮咧厝诶看直播。不过当咱会当三甲斗阵的时阵，搁较体会。3月29，真侪兄弟有摕到为着疫情祈祷这本，我毋知有偌侪人认真经文读做你的祈祷。有一个兄弟，有一个姊妹，伫咧国外这时阵摕转来互我，讲牧师读了祈祷了，你讲叫阮倒爱摕互你，你会记无？你若有摕到？有一个兄弟，有一个姊妹来，我就送因一本圣言公会所出版的《与圣经有》迄个研读本，研读本。我送因一本，我发现倒一本无，我送因一本。真要紧的，就是咱通过上帝话，成做咱生命同要紧的基础。所以今仔日疫情一个坎站，咱特别要讲咱甲金句约会，甲上帝话约会，咱三甲来学习。拄我所读的经文，伫咧咱的记忆中间，伊是真特别的一段经文，尤其是。敢若亲像保罗踮伫比利亚一群人咧宣讲，圣经甲咱讲因是对帖撒罗尼迦去互追杀，去互赶，所以圣经甲因送来到一个所在叫比利亚。比利亚踮咧圣经中间，你看到伊记载2届，一届就是今仔日咱读的圣经，搁另外一届是保罗写批信的中间有讲我的兄弟是比利亚人，恁请安安尼。最重要是今仔日，但是你看今仔日这个记载比利亚人怎样呢？讲因真安怎？拄我读圣经讲因真安怎？讲因真安怎？华语是讲很开明，台语圣经安怎讲？真安怎？华语的圣经讲因真开明。但是台语讲因真安怎？较文明、开明、文明，为什么安尼？后壁有关系，甲迄个希腊有关系。希腊人咧讲希腊人叫做文明的人、文明人、开明的人。若无受阮即款训练的吼，叫做啥？叫做啥？野蛮人哦，就是用野蛮人这个字。无受希腊文化即款训练人。叫做野蛮人、野蛮人呐，迄就敢若亲像犹太人咧分人2款，一款人叫做犹太人，一款人叫做外邦人，安尼。无认捌耶和华上帝，毋是受耶和华上帝所拣选的族群的叫外邦人。希腊人的骄傲是伫倒位？阮叫做文明的人，其他人叫做野蛮人哦，还不有另外一个较文雅的讲法，叫做未开化的人，开化就是文明啦，所以这段经文真重要。你讲到比利亚遮，咱等下要最近来看，为什么因互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写讲因是文明的人，刻薄上帝话。疫情一个坎站，咱今仔日学习到一个防疫新生活运动。甲咱提醒，即马观光的所在会当去，餐厅会当去，毋过大家犹原爱保持这个防疫新生活运动所讲的所以咱嘛感谢主互相洗手同重要。万不得口罩无先唱踮咧电梯毋通讲话，这咱生活会做一寡改变。这真重要，就是我为着正人为着我，大家愈来愈体会，咱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别人好，我才好；社区好，我才好。毋是甲阮兜过好。命运共同体，这个口号伫台湾是伫1990年才造出来哦。咱若会记得这30年的历史的人，迄个时阵，这个命运共同体，互一个叫做李登辉先生的人提出来讲，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袂当阁分什么款外省人，什么样，拢踮咧台湾这个所在。这只船必须要好保持会当阁继续开落去。命运共同体对台湾来讲，1990年的时阵开始造出来。1992乌名单解除，所以真侪
人会当倒转来开始徛伫咧台湾即个所在，咱甲以前所读嘅册嘅口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已经超过100年啊！哦，即个 slogan 超过100年，但是徛起伫台湾呢，咱第一届我个人体会看到历史，第一届遐尼深体会到咱，就是伫1990即个咱的方向、咱的目标定位、国家的定位、跑扫者伫迄个时阵，愈来愈受觉醒。第二摆就是即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即几个月疫情，互咱学习到即项，所以囡仔转来厝诶，就搁较平淡嘛。为了阿爸阿母转去内面笑水水，对无？我为人人为了厝内人，人嘛为着我。就讲咱生活中间做即款诶调整，这真好。洗手是为了清洁，戴口罩，甲咱讲无应该讲话时阵，毋通高谈阔论。食饭诶时阵要讲话细声，边仔讲者就好。也是讲有当时咱斗阵若无口罩诶时阵讲话，咱即马拢知影讲，毋是面对面，迄毋是咧，毋是目睭看对方讲话才叫礼貌。即马大家保持一个敢若90度我徛安尼，伊徛安尼好，即个大家学习一款新诶功课。那安尼，肉体诶一个新生活，对你诶灵魂有甚款诶提醒？过去即几个月。我拄仔讲即本，咱毋知影，迄阵总共有30外个人有摕毋知你是毋是已经用遮拢祈祷过？有一个迄拄仔讲迄兄弟姊妹讲，伊已经行2轮啦。过来，有个人会伫无同的时间，忽然间发现讲，即句话是咧我讲。那安尼，咱灵性是毋是着爱得到清气？哥林多后书第7章11节，咱读台语预备来。恁伫即件事已经逐项表明，家己是清气。即节的前有几句话，就是下骹绿色的遮讲的。我看到恁是遐尼温群，甚至为着真理踮咧辩论。有当时恁遐尼生气，看到人行歪错；有当时看到迄个撒旦咧攻击，尿错。我看到恁遐尼何等的渴慕，渴慕要甲主亲近，热心传福音，甚至碰到迄款行偏差会提醒伊，甚至囡仔你会甲激发。第11节哥林多后书第7章11节头前就咧讲遮，所以讲这一切世上，即件事就是咧讲遮个代志。我看到恁伫遮个代志，拢是清气的。清气的意思是甚物？清气的意思是讲，阮伫遮个事顶头无行偏差，无为家己的利益，伫上帝面前会交代。有当时咱会温群，这拢无问题；但是有当时咱会惊吓，有咱的心情，有咱的情绪，有咱所跨入的代志，迄是真具体来的。伫遮个事顶头，犹原互上帝讲真好，虽然会惊，但是无互惊，甲咱拍倒。所以，那安尼，洗手是互咱家己会当得到健康，通臃肿来抵挡。当我们健康的时候，免疫系统好的时候，新陈代谢好的时候，你才可以挡得了这些病毒嘛。灵性的生命嘛，共款清气，互咱伫遮个事顶头，拢会当抵挡伊。洗手，互人得到清气，灵性的生命又嘛清气。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30-40你讲来，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恁的正性，是爱恁离开淫乱，爱恁逐人会晓得用圣洁甲尊贵守家己的身体。知影这个身躯，知影这个身体是尊贵的，是尊贵的。这个身躯，所以无论伫日常生活、啉食。也是咱的出入，咱的运动。华语的圣经讲，控制家己的身体，搁一款讲守着自己的身体，保守自己的身体。家己的圣经甲咱提醒，守家己的身躯，这个就是咱在讲到清洁，清洁家己，毋但清洁这个肉体，互咱的灵性，互咱的心灵嘛得到清气。当咱咧讲戴口罩的时阵，咧提醒咱，毋通凊彩高谈阔论。
爱保持即摆咧开记者会边仔吼，拢搁一个包迄个透明的亚克力安尼围掉，连餐厅也有啊。我看一个胡须章吼，这也共款哦。虽然一道8个人、6个人坐，中间用即款亚克力透明的吼，安尼围起来。但是对灵性来讲，什么叫做口罩咧？伊有所4章29节安尼讲来，恁的喙拢唔通讲出打三的话，独独着讲好话，照及时甲欠客来造就伊，互听的人得到稳定，随着需要说造就人的话，随着需要看那样的一个需要来说造就人的话，口罩常常提醒咱。我咧准备这个时阵，有一个人讲牧师可以引用这个，我讲你要从啥？其实我想要寄给彰化那个国家队。中华的过去去四国的有一个名词叫国家队，什么的国家队？讲吼，我敢有可能去找到一个基督徒的迄个头家吼，叫伊踮咧食吼，请伊看伊有要踮咧食无吼？随着需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口罩吼。无要紧，用2工、用1工就听。毋过，即个落去吼，提醒家己嘛，互四周的人知影讲，戴口罩就是叫咱毋通轻塞讲话啊。而且不是随便讲话，当你说话的时候，是说造就人的好话。顶礼拜甲一个家庭3个斗阵，因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因为有人安休所以一个聚会家庭。迄中间有一个青年人，当然拢是家己的人啦。敢若我讲坦白话，牧师娘去，敢若较亲像5个人，剩下就咱家己的人。大家做阵咱要交陪，互相劝勉的中间，因为热嘛，过去这1、2礼拜真热。一个迄个少年人，安尼流汗流到，伊的小阿姨大他不了几岁，就摕卫生纸摕2张去甲唱歌。我看到这个动作，我感觉真感动感觉真这个阿姨那照顾这侪囡仔哦，听到这款程度，就讲足自然的啦。你看伊流汗就摕2张这青年人，这少年的竟然讲啥呢？干你什么屁事？我真正吓惊一个。愈亲密的人，咱讲话愈凊彩。愈亲密的人，我知影因这个家庭足久啊，因这个小阿姨踮因兜住真久的时间无结婚所以因真亲。所以有当时这小阿姨对这囡仔来讲，好像大姐姐一样，这亲啊，生到底乱。这句话我讲到即摆，一日干你什么屁事？有当时咱愈亲愈凊彩，连伫教会中间嘛共款，服侍习惯，大家斗阵啊。我常常讲，这是一个爱学习的功课。随着需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防疫新生活，灵性的防疫新生活，你是不是愿意常常和上帝话伫你的心内？咱顶礼拜有讲，这个新的生活是不是会帮助你？后摆你来做礼拜时，摕一个卡网，把你的信息、圣经拢查来，对不？因为你咱虽然讲礼拜早起吼，拢会所有信息、圣经拢喷这啦吼，全部都喷过一次。你嘛家己准备者，逐工去喷这，不如吼，家己的信息、圣经摕来，是不是啊？有上帝话随时伫你的身躯边，你会当知影什么时阵看迄个需要，讲造就的话，互听到的人得到好处，得到稳定。咱常常讲，咱的领受上帝恩典，原来是通过别人讲安慰、造就、劝勉的话，互我得到恩典啦。翻头，你讲的话是不是会当成做别人的安慰、造就、劝勉？你的话语是不是常常能够成为你太太的安慰、造就、劝勉？你所说的话是不是可以让你的先生得到一种醒过来，得到一个力量？还是讲愈亲的人是愈无彩？防疫新生活戴口罩，提醒咱这项，嘛提醒咱即马讲食饭都爱梅花座哈。罗马书12章10节安讲，来听兄弟着三亲爱，敬重人着三推尊，若会得通甲正人和，就着尽力甲因和。甲这个话背起来，你常常提醒讲，
防疫生活，那我灵性的防疫，我的心灵可以这样吗？尤其是这中间讲敬重人，要三推尊，彼此推让。推让是讲保持一个三样，一个距离。有当时为了服侍，共款哦，一个麦克风在遮，两个人拢需要用，连要服侍，就知影三推尊。有当时为着时间，有当时为着厝的好，我安尼做是为着厝的好，大家抢来抢去，抢要将我的意见表达出来，踮咧厝内拢是为着厝的好，但是要安怎会当三推尊，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一个礼貌的距离。这摆防疫新生活，是不是有提醒，互咱灵性、灵魂的生命得到这样的学习？啊，要安怎会当经验到这？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17章是伫保罗第2摆传道旅行，对《使徒行传》15章36、19、18章230这段的故事。第2摆因对安提阿这个所在出去传福音，在正边你有看到叙利亚那个叙旁边有个红点，就是安提阿。耶稣的门徒互人称作基督徒，第1摆就是伫遮。第1摆教会派宣教士出去，就是伫遮。好，安提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安提阿。第2摆出去的时阵，保罗带西拉，就是这个所在。你看到中有一个所在叫亚细亚，有无？这块大小饼就是土耳其，今仔日的土耳其。第1摆传道旅行，保罗甲巴拿巴大部分伫这个中间。所以第2摆赶快真自然来到这个亚细亚的西部的时候，伊想要往北部走。想要北边，圣经甲讲袂用的，唔通去。他们是个困一醒，想讲无我按东北去来甲迄落，耶稣的灵甲讲唔好，唔好，无你叫我踮遐创啥？等候，等一下。迄刚伊个困的时阵，我走出来一个咱圣经经验中间最有名叫做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都毋是伫即块小饼亚细亚，毋是亚洲咯。马其顿是伫咧西边，迄叫做希腊半岛。马其顿就是要按欧洲去啊，按欧洲去。所以这个马其顿的呼声，互咱印象真深。伊就过去，先去菲律宾，过来底下互迫害，就去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了，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比利亚。圣经记载保罗经过在那7摆。毋过，遮个人真特别，就是咱拄仔所读的，因文明、刻薄真理的话，想要查看你所咧讲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阮的听候受我以为，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到，新的世代开始啊！因想要查这个真理，第11节，天天查考，逐工刻薄查圣经，要知影这个道是毋是真的。伊特别提了讲，这内面有一寡希腊人、尊贵的富人人，还是查甫人。求主帮助咱，互咱嘛会当刻薄上帝话。因为文明的人、较现代化的人，咱定来讲，咱要安怎讲道理嘛，对不？讲道理，国家嘛同款。即摆吼，两个同大的国家，咱定来讲有一点不讲道理哈。美国一个国家总统有当，咱感觉忽然间讲啥都唔知啊，敢有道理？啊，另外一个国家，即款的极权的制度下面，会讲道理无？唔知讲开迄款的道理，敢真侪时阵感觉讲，敢若唔是道理哈。对，文明的人会刻薄来看道理，所以咱得讲甲金句约。如果你停一段时间啦，等下交代道理的机会，我摕一张转去。就报顶头有写，咱即马已经到甲约伯去。到甲约伯，你想到就是一开始，哇呀，足好个，足舒适的，什么拢无去啊，毁于一旦。安尼经过遐尼长的时间，伊到底安怎去经历上帝？前风声有理，即马长头对面，约伯去，咱即马进入约伯去。所以，望兄弟姊妹，你会当伫咧防疫新生活的中间。互你的心灵，互你甲上帝话命的话，搁一摆亲近，目睭看，用心读，用手来抄，敢若亲像翻箱倒柜一样，要知影圣经的真理到底咧讲啥。50年前，这个牧师富士德，伊是贵德会的牧师，伊写几本册，
影响世界1980年代、90年代真大，提醒咱搁倒转去心灵甲诚实的功课。伊遐讲一句话，伊讲即摆教会所欠的，毋是咱无温数、无才调，嘛毋是讲咱对圣经明白无多，毋是知识的问题，是生命的深度。基督徒甲上帝亲密、深沉的关系，敢有建立起来？伊咧提醒者，所以这本册《属灵操练》的一个欧罗，这本册有尾伊几落本拢咧讲到灵修这款的册，提醒咱安怎热心来领受，逐日来查考上帝话。所以特别咧，甲咱分享，咱诚做一个敬虔的人，迄款的敬虔，毋是伫外在的生活，是因为你经验到上帝之爱。所以你欢喜想要亲近伊，但是你嘛知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伫每一日的生活中间会省察家己，吾日三省吾身，敢若即个老师所甲咱提醒的。当咱发现怪怪时阵，踮咧天父上帝面前来悔改、来忧疼，伊欢喜接纳，伊的主爱会接纳咱，这是敬虔的功课。所以咱会敬爱上帝，佫会敬畏上帝。吼，伊用这两个字来甲咱讲，听的关系，你就想要互伊欢喜。恋爱青年、夫妻翁仔某、爸母是大人嘛同款。咱教会吼，捌几落摆碰到吼一个有当热心的人，厝内有一个人生日啦，哇！伊摕一个卡片来四过请人来写祝福的话，为什么？因为我听这个人，我望伊得到欢喜，所以用真侪方法，望会当互伊得到欢喜。但是对上帝，咱嘛有一个敬畏，因为敬畏的关系，我就望我守家己、保守家己，毋通行突邪，互我所听的人杀艰苦心。翁仔某安尼，一家人安尼，伫信仰的家庭中间对天父上帝，咱更较是安尼。所以保罗在提醒咱，当咱即款的生活，会互耶稣基督的生命渐渐伫咱的中间来形成。所以人就看到你就讲，喂，哎呀，你即个人就是吼，拄啊咱遐看到的后壁所以讲，即个人愈来愈有耶稣基督的款式。所以上落尾，搁一摆，甲兄弟姊妹讲，当你家己一个人看天顶的星的时阵，你讲这上帝伫倒位？假如真的有上帝，那你觉得你的生命会不一样吗？如果那真正有上帝，你感觉你敢会照今仔日安尼生活？这个上帝你看袂到伊，但是佫遐尼具体伫人类历史甲家己过去的中间，经验到伊的同在，这就是咱的讲约定啊，约束对伊来，互咱生命的一个约束，伊要互咱永远望。所以圣经中间不断提醒咱，亲像耶稣所讲的，马太4章4节，大意圣经安尼讲：来，有记载讲，人会挖，毋拿挖苦饼，就是挖苦对上帝嘴所出朗诵的话。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阵，讲吼，你都遐厉害，石头变饼，你就会当食嘛，腹肚枵甲遐久啊。耶稣讲即句，提醒咱安怎？吃喝很重要，唔那干那挖苦饼，意思是嘛是爱饼，但不只是，对不对？所以意思讲，这项同样要紧哦，为主知三顿就要紧的。毋过，咱嘛爱有上帝话，爱有上帝话。所以上帝话，诗篇119篇103安尼讲，咱看知识的大意来，你的话伫我的张口到。热甜，伫我的嘴比蜜较甜。你的话，你有去体会上帝话迄款的甜蜜无？第二句是咱主日学开始就来背吼，来，你的话做我骹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伊无甲你照5公尺遐远，2000、3000年前的小油灯，敢若照2部，敢若照1公尺。你行1公尺，伊就搁甲你照1公尺；行1公尺，伊搁甲你照1公尺。伊无甲你照到100公尺、10公尺、
五公就无，一步一步脚印，缀即个顶来行。希伯来人书4章12节安尼讲来，因为上帝都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的剑较来，凡那魂甲神、骨质甲骨髓，无刺入拍开，心内遮的念头甲主意也无监察。大意是负负得正，因为是巴克勒牧师翻的，所以英文常常用负负得正的方法，对不？英文的文法，伊唔是甲你讲哦，你去就能怎样，而是不会不至于哈。这款呢提醒咱，上帝话是毋是每一摆读，互你搁较知影安怎选择，搁较知影安怎来听候。同尾啊，咱看哥林多后书第3章18节，你讲来，咱圣人的面无搭配，亲像镜倒照主的阳光，拢变化做伊的像，对阳光到阳光，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圣经敢若亲像面镜面咯，有无？圣经亲像面镜，互咱毋若敢若看到家己的行为，佮你会发现即个面会愈来愈愈，即个用一个譬如，即个面愈来愈无亲像许神道啊，你家己会去发现。敢若像有当时我甲咱分享，到40岁，我才发现，当我专心的时阵，当我专心的想代志的时阵，我迄个面相看起来足严肃、足严肃，会甲人惊着啊！查甫人哦，查某囡仔无咧照镜啊，逐摆早起起来，踮咧面一下久啊，月经就出来，根本你都无去照镜，慢慢啊看吼。青春痘的时间已经过了，所以根本就无去照镜。30岁以后就无去照。到40岁有一摆，迄阵在教会，一摆看见，哎呦，惊一个啊！因为你专心我啦，我专心的时阵，迄个面色无好看，所以才发现我，因为我咧想、咧思考，这真自然煞变足严肃。对迄解了后，我就一直提醒家己，尤其咧安静咧想的时阵，会记的，迄个面吼，都爱想到你的心内，可以当变化，敢若亲像有主的阳光。主的面貌伫你的内面，有伊的喜乐伫你的内面，所以甲金句、约会、抄金句，是咱灵性防疫新生活。哈，就咱礼拜你摕圣经信息来教会，逐工，互咱会当学习耶稣基督，谦卑温柔、牺牲洗脚、刚强壮大、赢过事实的关系。人讲你是 Christian 是 Christ 的人啊。Christ 的基督嘛 ，Christian 的 Christ 的人嘛，军队伊的人，这是咱望主帮助咱的。咱的金句甲咱讲，来，我将你的言语放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毋是上帝袂挡袂牢得罪人，一直得罪伊。上帝即句话是要提醒咱，互咱会当将上帝话放伫心内，然后。会出来伫你的行为中间，对伫安尼，你就袂受到这邪情、撒旦、疫情这款的伤害。你会当踮咧基督内面徛在。即礼拜求主帮助咱，互咱想看卖，伫过去这2-3个月，你咧惊的是甚物？你碰过甚物款的问题？你的条件都像安怎赢过这个过程？第2项。伫咧防疫新生活是咧个人的生活，那安尼灵性，我是毋是愿意甲上帝话约会，搁一摆来立志？上帝话就是耶稣基督，咱称作道成肉体。上帝话伫咱的中间，所以每一摆咱领受圣餐的时阵，就是领受上帝话啊。耶稣为着咱牺牲拍破，为着咱流宝血，所以每一摆圣餐。咱其实就是咧领受上帝话，甲食落去，食伫咱的内面，然后活伫咱的外口。圣诗355首提醒咱，今仔日咱三甲自执，甲主坐道，就是伊的话临在伫咱，成做咱心灵的栽培。咱最近来吟355首。
愿大主旨家主制度，专心来听你的话，但愿明白主的临在，激动心灵的栽培，地高圣洁尊荣故事，列关心来做模范。高愿同家知心言下，听的心里当为团，将愿礼拜正做行动，圣洁生活做见证，找愿出去应听服务，冲突所在求和平。基督救你使愿听信，我的下面无怨叹，好愿看起主的行。请起立，吟第3节，请服侍当。准备精心赞愿的要请其他人客来分享，在行动，欢喜哦乐应无停。阿门。同心来祈祷，里面的主听堂上帝，阮感谢你，用你活命的话来养持阮，阮有信心帮赞，互阮日日用你的话用心来读来看。用嘴认真来播来吞，成做阮人生的帮助。特别你所想述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来到阮的中间。所以，阮即时照主的命令，三甲组织，恳求圣神啊，帮赞，互阮领受的，成做阮人生真实的食面。我能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每一摆，咱三甲组织是照主的命令，嘛记载伫哥林多前书保罗的提醒，伊有甲咱讲，主受袂迄暝，有提饼起来，祝谢擘开，互学生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佫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因我的血所设立的。每一摆恁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咱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来摆设这个饼甲这个杯。伫这2个月，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有用2合1这款的杯。但是你领到的时阵，伊有葡萄汁、毛饼，请你等我因带咱最近照迄个定时，伊会分做2站。头前迄站掰开是白色这个饼，咱饼领收了后，再过来掰第2色蓝色。自然掰开，内面是葡萄汁。咱今仔日用这款的方法来经验领受耶稣基督，甲咱三甲制度。请咱主神听主耶稣讲，咱领受的时阵会记得主耶稣互咱的应允，伊讲恁劳苦担重担的，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着安息。有主的话放伫咱的心，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耶稣，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饼甲这个杯，恳求你的圣神降落来分别这个饼甲这个杯正圣，成做阮灵魂真实的食面。主耶稣，你有讲，我是活命饼，就近我的永远袂枵，到我遮来的人永远袂喙焦。主耶稣啊，我来到你的面前，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将活命饼、永活的杯赏赐予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欢迎已经领受洗礼兄弟姊妹，无论你伫倒一个教会领受洗礼，拢会用接这个饼甲杯。啊，未洗礼朋友，请稍等一下。咱今年伫个上月拢有洗礼，欢迎你来报名。食这饼，啉这杯。食这饼，啉这杯，就阮我的因为高雅我。食这饼，啉这杯，辛苦我的因为最大。主耶稣有甲咱讲，要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心灵感受到家己心灵要无喙焦的人有福气，因为恁要得到饱。食这饼，啉这杯，求群我的人永远袂夭饿，永袂夭饿。食这饼，啉这杯，因我因为最大。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咱拍破的，咱较特别，你甲透明的透明的那个纸膜，啊那迄个有需要咱边啊亲人小斗3工，透明的这个纸膜拆下来，所以咱就摕到饼，透明的纸膜，先拆透明的纸膜，透明的透明的纸膜，轻轻啊，透明的纸膜，这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后来咱饼。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咱用感恩的心领受，食了后，咱甲拿色的甲掰开，轻轻啊因为内面的葡萄汁影会清出来，来。这是新约的血，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咱用感恩的心，同齐来领受。这个杯仔后壁有写圣经的经文，所以你若用甲杯仔摕转去，看这段的经文是要叫甲你讲什么话，你用个摕转去。每一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怜悯的主，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为着阮设立这个奇妙的言谢，阮无法度用理性来解释明白。感谢主，修饰阮的信心超越理性，知影你的疼这个奥标，恳求圣神帮赞，当阮领受这个饼甲这个杯的时阵，会当搁一摆伫你面前立志，甲上帝话来约会，甲圣神来相拄，日常生活中间常常经验到
至好朋友耶稣基督的陪伴同行，互阮会当对当一个新的目标来跑走，是主为阮设定的。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圣餐到这。请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的时做伙来唱，献做偌济。若有无明白奉献意义的，请毋通奉献。请起立。请坐。线接来读经句，伫周报的头一面，诗篇119篇11节，我念一遍，大家线接做伙念2遍。诗篇119篇11节，我将你的言语放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请。诗篇119篇11节。我将你的言语放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篇11节。我将我的言语放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即马来介绍头一届来教会聚会兄弟，今日毋知有新来的无？好，安尼咱请同齐来关心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今仔日是环境主日，咱做伙学习真做中心的好管家。今仔日礼拜献金会真做布农中会加拿教会的奉献。后礼拜是关怀亚洲纪念主日。后礼拜日下晡1点，爱家团契伫礼拜堂举行讲座《时空走廊2》。
教育施工部举办700个生态灵修讲座，欢迎兄弟报名参加。6月12号，基督会双年团契领唱，请会当出席的兄弟，伫迄天暗时7点半到教会练习。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佮医治。请牧师带咱讲道。咱教会过去这2个月祈祷会、拜五祈祷会有一寡调整，但是咱即马拢恢复，所以希望咱拜五暗以8点会当做阵来甲上帝殿，咱通过上帝话来甲上帝讲话。另外，拄仔有写着咱对伫6月底开始有连续7个月7摆圣经内面的植物，圣经与植物。所以你若对这有兴趣，你踮咧教台倒遐，咱就签一个名，咱通好知影讲义都爱准备偌济。哈，所以除了拄仔所报告的书甲周报所写的，那么包括咱个人、家庭、咱关心的事，即时请咱起立，开咱的心，开咱的嘴，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我靠真侪兄弟姊妹，踮伫个病痛，恳求你圣神引传，阮会当保守，通好通得到你的提醒。阮逐日查考圣经，阮在内面有永远话，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恳求圣神帮助阮，主阮所看到的阮的痛痛，要无的都得到你大大的帮助，主啊，帮助阮里面因传过修，互阮能得到你的。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这个教会踮这个社区，阮嘛踮伫这个拜堂，已经经过60多年来敬拜主。不过，阮看到伫遗体起座的中间，主你活命的话，拢无离开阮，互阮一日一日，亲像回应耶稣讲的，查考圣经是要看到内面有永远话，因为这个圣经就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国话来做见证。恳求圣神，互阮得到快乐，阮会当对你的话得到真实信心的瓦靠，通来行头前的道路。除了教会、遗体、软体事工以外，特别将兄弟姊妹仰望交托。有几多位兄弟伫咧病痛、伫治疗、伫临院的中间，主的医治显明伫因的心上，互因得到换新的快乐。你的圣神嘛踮伫阮兄弟姊妹每一个家庭内面，嘛互阮会当经历着换新正直的路站通来跑走。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永远成做阮脚前灯来照光每一步。愿你的主爱，你的怜悯，拢无离开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同齐来唱上音的诗歌，信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线请牧师祝祷。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的安宁，甲你回到主的天堂，亲像长老我水地望有我欢喜主的歌。好，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真侪灭岛避会，请伫电乐结束后才离开座位。平安，咱这个流动厕所已经撤掉。